知道我哋有首歌係用真人真事嘅故事嚟到寫成㗎啦。咁其實一直我自己嘅願望其實係好想到當地見一見呢個真人。其實我哋6月中就會準備去出發到重慶見呢班故事嘅主人翁。有多累，我都永遠不氣餒，多一歲我就陪你走一程。我一定會親身唱俾你聽。